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今天5月14日，母亲节，母亲节快乐！我们今天一定有许多跟母亲节相关的庆祝。我想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当然每一天都很重要。而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约伯记1章到6章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来稍稍感受到母亲的辛苦，有的时候真的很像约伯记一开始的这6章母亲在抚养一个孩子，特别在怀胎，然后孩子出生长大所面对许多的变动，不管是身份的变动，或者是身体要应付的，要面对的，真的很难以言喻。如果我们还不是母亲，真的很难以想象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段经文很恰当，正也是来到祷告学校，单独与主同在。一个母亲怎么样面对这么多挑战，真的只能单独与主同在，我们才心不会惧怕恐惧，知道主与我同在，我惧怕就不在，能够知道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今天 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就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6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有一位外国人，这个名字叫 William Carey， 他讲的这句话让我的心很触动，也是一个很深的提醒。特别是我们如果是正处在低潮低谷，或者是没有人能懂，就像约伯从那高处，从那个一无所缺跌落到好像他一无所有的这种情况，我们就真的是这句话提醒是重要的。他说暗中诚恳信靠的祷告是一切敬虔的根源。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需要暗中诚恳信靠，正如耶稣所教导，他召聚第一批门徒，首次公开教导便是登山宝训。他详细说明了神的国和他律法的生命。在这国度里，神不仅是王，也是父。他不仅将万物赐给我们，更将他自己给了我们。认识他，与他单独相交，便是最大的福气。因此主在讲论他所要建立的新国度时，理所当然要启示我们有关祷告和祷告生活，也就是我们要到隐秘处去祷告。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安静的场所，可以单独和神同在。每一个老师都必须有教室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在祷告学校中，我们唯一的导师是耶稣。他在撒玛利亚已经教导我们，敬拜神不必受制于特定的时间跟地点。真正属灵的敬拜是灵和生命的事。我们必须用全人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。虽然如此，他仍然要我们每个人选择一个特定的地点，作为每日与他相见的地方。在那间内室宁静的场所，是主耶稣的教室。这个地点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。如果真的是需要改变住所，我们天天改变都没有问题，但它必须是隐秘的地方，是宁静的。就像我们是
主耶稣的学生，我们来到这位导师的眼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专心一意在他的面前。每一个老师都渴望他的教室光线明亮，空气新鲜，活泼生动，有吸引力，让学生能够待下来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祷告，就对我们描述了这间教室，这间祷告的教室提到了3次父，就说到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的父必然报答你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 RPG 祷告的经文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就抓住了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。在暗中，神将他自己向我们的肉眼隐藏，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内心只充满自己的想法，就不能遇见神，因为他是灵，是眼不能看的。但若有人将自己从世界抽身出来，准备单单迎见神，神必向他显示他自己。也就是当一个人弃绝世界，把世界关在门外，降服在基督的引导下，进入神所在的隐秘处时，天父慈爱的光辉就要照耀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牧师在我们看完约伯记第1章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，何以我们要带领大家进入这个祷告的学校。而今天来到了这个祷告学校的教室，这个教室的特点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暗中诚恳信靠神的祷告。因为我们很苦了，就像约伯一样，一开始第1章一直到第6章，我们知道吗？这第6章就是来到了约伯苦不堪言啊。6章的第30节说，然而你们以为我在撒谎，以为我不晓得分辨是非吗？约伯的痛苦在于不明白失去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有了他的3个朋友7天7夜，虽然没有说话，陪伴在他旁边，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他们不说话，真的是不知道，但一开口就不得了，让约伯失去了这一切，不只是身体，跟他孩子、财产，他的妻子最亲密都失去之后，他真的是痛苦不堪。那在听完以利法的观点跟劝诫之后，感受到更受伤，因为他坚信自己并不是像以利法所说的，是因为犯了罪才受到上帝的惩罚。约伯需要的是同理和安慰，结果却只得到了指责和教导，他实在无法接受。于是他开口反驳以利法所说的那番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因为牧师曾经经历过许多次在当母亲的这个角色上，别人常常不能了解我们，特别在小孩子，许多人分享他的育儿教养的经验，也就是言下之意，我们为人父母的，我们做得不够，做得不够好，我们做错了，以致我们的孩子会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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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音乐牧师要邀请大家，如果我们是一位母亲，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孩子，为我们自己，来到这个祷告的学校，单独与神同在，每一天
每一个时刻，只要我愿意，我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神的内室，我们关上门，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，我们的父在暗中察看，他必然要来报答我们，必然理解我们。我们不用靠其他的像约伯一样3个朋友真的，我们有时候在倾诉我们的情况，真的人都不完全，我们只能来到这位完全的父。这位完全的父，我们仰望他的荣光，思想他的慈爱，他的奇妙温柔怜悯。我们可以尽管我们向他打开我们的心，倾诉我们自己内心感受，这位父要赐给我们光明跟温暖。我们好不好照着基督所说的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，能单独跟这位无限的神同在，是何等的奇妙美好。仰起头来说，我的父啊，我的父啊，我需要你。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，约伯心中充满困惑和痛苦，未能从神那里得到解答跟安慰时，急需要什么呢？若遇到困苦，如何为自己祷告，或为人，特别是为母亲来祷告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你选定要以内室为你的学校，你在那里与每一位学生单独会面，特别是今天我们所纪念的每一位母亲，我们也为每一位母亲来祷告，恳求您来启示安慰母亲的辛劳，她心中有极大的委屈，被错待，她的无力，她的挫折，主你都知道。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这一切进入内室的祈求的每一位。恳求你彰显父神温暖的慈爱，释放所有到你面前来的，使我们在暗中祷告，领受主你给我们生命中那个喜乐跟祝福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找一个时间跟神来单独会面哦，我们可以享受神同在的美好。我们明天见。